喂，二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把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赞美神，跟我一起拍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该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该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主啊，我们要为你欢呼歌颂，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感谢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充满力量和盼望。让我们一起开口。我要向主唱新歌，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喜爱永长存，因你心事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信息时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
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我要向主唱新歌，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主啊，我们愿全心的荣耀你，因为我们生命的气息、源头、盼望，都是来自于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避难所，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感谢主用无私的爱来拥抱我们，我们也要用全力坚定的爱你，努力的向你靠近，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活出你的样式。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
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这时候，我们依然站着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来，奉献。抬头挺胸。好，我们一起低头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当中，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个礼拜带领我们，无论是学业上、事业上、身体健康上，都能够平安顺利。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也求你保守我们台湾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将我们现在也奉献我们的金钱作为你的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看教会消息，教会总会日前到花东地区来看灾，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0918花东地震。然后在勘灾之后，发现那个地方的教会重建需要众会友来伸出援手，初估需要200万元。奉献户名在周报上面有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基金会，划拨账号周报上面有。然后也可以到总会的网站线上奉献。然后我们看第3点，10月1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们留意。下个主日11月2号将举行本年度第5次圣礼典，请要受洗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们向牧师报名，也请所有的陪参会员预备心与主做同席。第5，下个主日为本堂的重阳敬老主日，礼拜中将颁发敬老年金给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受赠的名单已经刊登在公布栏，如果有误刊或遗漏，请向关怀部的许玉娟长老更正。愿主赐福保守每位乐龄长者的身心灵健壮。第6，2022年第4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请到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第4季10到12月的服事排班表已经排出，随着周报放在各团契的群组。第8， 9月29、30号，一节牧师代表台北中会前往高雄参加2022年总会教社事工研讨会。奉献明细请自行参阅周报，如果有遗漏或者是登记错误的，请向干事联络。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后书1章3到8节。彼得后书1章3到8节。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尽前生活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为了这缘故，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正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多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将时间交给志美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这几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探讨我们长老教会的聚会人口。特别在北部的都会地区，聚会的人数有逐渐的下降。当然，这3年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啊，这样子的关系也非常的大。那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办几场研讨会这样子。那综合一些在研讨会上的数字显示呢，其中有3个原因，主要人口渐渐流失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在礼拜中使用语言的问题，好，特别在长老教会，台语、华语这样。然后第2个就是新旧世代的交替，还有第3个就是组织的僵化。有一些长老教会的团契非常的内聚力很强。内聚力很强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它就有一种排外的现象，就是当我们若有带福音朋友进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内聚力太强了，就会让外人觉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传福音上面呢，也会有一些阻碍。那相对，所以有一些长老教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强调要走向从团契转向小组。他们认为小组在经过训练之后，可以更多的
更多的可以关注到未信者的需要。好，对于福音朋友，对于慕道友会相对比较友善。于是，在这集很多场次的研讨会下来呢，其实牧师最忧心的并不是语言的使用问题，也不是新旧世代交替的问题，更不是团契小组的对决，好像只能2选1这样子。其实这一些策略方法都只是末端的问题。在这几场研讨会下来，其实主要的问题点都没有被揭露出来，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的经文我们放到经文段落第3节、第4节。第3节、第4节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要如何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召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耶稣基督。因此他已将，第4节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着这一些恩赐，借着这些恩典，然后我们呢就得以逃避世上毁灭性的欲望，得以分享上帝的本性，他的神性。圣灵已将，这里说圣灵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进入恩典必须要从洗礼开始。当我们接受洗礼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按着他的时间，我们可以读懂上帝的话。上帝会按着圣灵他会按他的时间向我们启示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即便是同一段经文，我们在不同的生命当中去读，也会有不一样的领悟。所以呢，圣灵他按着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真理，了解上帝到底要我现在他的心意是怎样，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终其一生我们的使命跟方向是确实的。我们所度过的年日不会是虚空的虚空。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一生努力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好，赚钱。如果说我们讲说五子登科，我有房子了，我有妻子了，我有孩子了，我什么都有了，那然后呢？然后你的结局又是怎么样呢？上帝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上的年日不会是这样子虚空的虚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我们一生努力了半天，到底在干嘛？不会，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始终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好，这么大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毫不保留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赐给我们的，也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的主，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世上的情欲，并且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让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神性。意思是我们在这个受洗之后，我们在这个圣灵相通、圣徒相通的关系里，我们对主的信心会不断的增长。这个信心跟倚靠，让我们就会想要更加的亲近他，更加的认识他。这像是谈恋爱的过程呢。我牧师这样看一下，我们在座有蛮多就是在谈恋爱的，有的已经谈恋爱到结婚也是可以谈恋爱嘛，对不对？结婚也要继续谈恋爱。好，所以就是在这一路上，就像谈恋爱的过程，从起初小小的信任跟好感开始，然后愿意在相识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调整。因为我们是因为被爱，我们要继续的相爱才要被调整。如果我们不想继续相爱了，我就不用调整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干嘛要调整？我们会调整，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继续能够相爱。好，当这样子的信任与相爱的程度不断提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老是踩在对方的地雷，因为我们对他认识越深，我们对他的信任感越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愿意调整自己，就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循环。当然，或许在调整的初期，我们会觉得有点委屈。按照人的本性，都会觉得说，那是人家要调整，不是我要调整，我没有问题，我的想法没问题，我的做法也没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都是别人要调整，不是我要调整。可是，在这样相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彼此互相都要调整。
在调整的起初，我们会感到委屈、不适应。但是，若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就会愿意被调整。然后呢，时间久了，被调整那个部分就会内化，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的调整是委屈的。我们不是委曲求全，我们是因着为了爱、为了相爱，才来调整。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子。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跟认识不断的提升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越来越密不可分。不过，一段感情的培养，难免会碰到一些环境上的一些考验。好，环境上的考验。使徒彼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这段期间，当时的基督徒在各个面向上都遭遇很不好的对待。他们遭遇的逼迫，没有随着他们的祷告就减少。他们祷告，但是呢，逼迫还是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大。使徒彼得在写完这封书信之后，其实没有多久他就殉道了。而且他跟耶稣一样，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彼得自己认为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所以他是倒钉着。据传统说他是倒钉十字架的。他在写完这封书信没多久，他就殉道了。可见那时候的逼迫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有多大。在他们祷告的过程当中，这个环境没有变好。然后在那个时候，又有许多假教师、假先知，在毁谤耶稣，说你们认识的耶稣不是那个样子的，而是怎样子的，就各种捏造各种不实的谣言去散播。当他们借着祷告没有办法建立他们的信心，因为环境始终是越来越坏。然后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又越来越模糊，因为谣言太多了，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都搞不清楚，以至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的信仰成为一个向下的负面循环，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减退，而且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越来越混淆。这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地震嘛。就讲到说，如果防震系数本身就不高的建筑物，你地震多摇几次不倒也会变危楼。这个防震系数就是建筑物的本体这个本体如果防震系数不高，真的是经不起多摇几次这样。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因为误解，在那个时候因为误解而产生裂痕，甚至崩坏。其实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在历世历代都是一样。因为基督徒所有的美好德性，它都是伴随着信心而来的。一旦信心瓦解，不但无法摆脱世上的情欲，还会陷落在悲伤、愤慨的这个情欲里面，就是走不出来啊。那个苦毒、那个怨恨，他始终走不出那个情绪里。以至于他们不但没有办法跟上帝的性情有份，反而还成为魔鬼撒旦底下的一颗棋子。如果我们失去起初的信心，那些与他性情有份的美好德性，就好像没有任何防备的那些果园的果树。当那些果树遇到台风，有台风警，现在都有台风警报嘛，好，有些大雨特报啊什么的。如果那些果农他不去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时候，那些果树就像这样子应声倒下，无法结果。在路加福音13章，耶稣3年以来有说到，耶稣3年以来他在一棵果树上，找果子找不到，然后耶稣就说我要把它砍了。好，后来是有人讲说啊，先不要了，先让我再努力个1年看看，如果真的没有结果子，那耶稣，那你要砍就再砍吧，这样。这重点是树还是果子？一棵树没有办法结果子，找不到果子，重点是树还是果子呢？急公好义的人或许都会嫌麻烦，不想花心力去想那个源头在哪里，就施肥嘛，
花开的不漂亮啊，就施肥嘛；果树的果子结得不好看啊，就施肥嘛；或者是酸度太高啊，就打制酸剂。好，那个虫药是专门研究这个这一方面的啦，这个大类的啦，就是不想去探索这个树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有时候方便宜行事。便宜行事就会做一些表面功夫，施肥，一直施肥，到最后除了仍旧没有办法结果，还加深了土壤酸化的程度。就像刚才一开始谈到教会人口流失的问题，大家一窝蜂的只谈策略，只谈方法，不是说策略方法不重要，而是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听见有哪一些教会认为，其实是生命本质出了问题。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像一棵果树的成长，首先要注重的是生命本体，是不是有跟主连结，是不是有随时吸取养分。很多时候我们都太过心急，以为受洗以后就好像必须马上就要结好果子，必须要马上就要有好的德性。就像今天第5节到第7节，我们翻一下那个 PPT， 5到7节这边有好多美德哦。好，就是美德啊，知识啊，知识又还有节制啊，节制又要有忍耐啊，忍耐又要敬虔，敬虔又要爱手足，爱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之外还要爱众人。一连串的这种好行为清单。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受洗以后，或者是我们在进入教会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好像就马上就应该要有这些好德性，那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待福音朋友，看待慕道友？很多时候是我们太过于拖大自己，看不到自己需要被调整的地方，然后呢就会看那些我们其他人带来的福音朋友、慕道友在那边指指点点说，怎么这个样子，怎么那个样子，或者是某人受洗以后啊，怎么也没有变好啊，1年、2年、3年，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啊？我们常常认为果子是要立即性马上就可以展现到的成果。如果这些好德性、好美德这么容易就能做到，那我们还需要圣灵做什么？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做什么？那耶稣基督的牺牲又有什么价值可言？何况在我们这棵果树成长的过程当中，还会碰到台风啊、暴雨啊、土石流等等的。意思是，即使是我们已经受洗很久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处在一个需要被重新调整、重新栽植的一个状态。因为上帝会透过环境、透过土壤的变化，迫使我们做改变。一个能结果子的好树，势必会经历重重的挑战跟考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调整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在需要被医治的时候，我们得医治，我们去接受治疗？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接受治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面对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做健康检查，因为健康检查没事，不做检查没事，一检查就哇一堆红字，可怕。好，就算检查出来一堆红字，摆在抽屉里塞在里面都不要看，没事。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需要修剪的时候，我们愿意被修剪？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些果树的那些果实，像葡萄，它需要被包起来，好，需要防一些虫害啊，或者一些鸟袭呀，好这样子。还有芭乐也是需要去包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上帝要把我们包起来，我们是不是也不太愿意被包起来？我要展现自己，我自己来就好了。我靠着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协助，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不然我的光芒会被遮住，我的光芒会被人家抢走。有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被上帝要把我们包起来的时候，需要缠裹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拒绝呢？或者是在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的时候，上帝要我们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缺乏了耐心，我们等不下去，太急了，不行，上帝你不赶快给我答案，我受不了了，我赶快，那我就照我的想法去做，我不等了，你太慢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愿意被治疗的时候接受治疗，在需要被修剪的时候接受修剪，需要被缠裹、被包起来的时候，我们被包起来；需要耐心等待的时候，我们耐心等待。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这个生命的基本面来下功夫呢？好树其实自然就会结好果子。上帝的神能，这里说，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上帝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一切所需要的养分跟栽培计划，其实上帝都弄好了。我们能做、需要做的，就是按着上帝的时间，按着上帝的计划，按着上帝的步调来成长，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在我们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就是要随时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特别是我们已经当很久基督徒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很熟练的模式当中，那个骄傲会不自觉的跑出来。那有的时候不是故意跑出来，是不自觉的跑出来。在我们熟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得到人的称赞，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不管是自己对自己的称赞，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称赞，那也是一种试炼。那也是一种试炼。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不同，不同的果树有不同的成长周期。有的一年结果一次，有的果树一年可以结果好几次。有的果子结果的时间比较长，有的结果的时间比较短。甚至于或许还有人可能会跟牧师说，牧师，我结的果子好像比较没有价值，我所做的好像比较没有价值，别人做的那个比较水蜜桃跟香蕉的价值，在市场上是立马分出高下，对不对？这是人的眼光啊。但上帝不是看水蜜桃、香蕉这样子比的。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上帝看每一个果实怎么样？都看为好，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好的。好，我们的信心在受洗之后，就不断的在圣灵的引导下得到培育，在成长过程中渐渐恢复我们生命里本来就有，但是却遗落的那上帝的本性，就是果树啊。我们要先把我们这棵树养好，上帝的形象也就像这样一点一滴的，就会在我们的好行为里来呈现出来，被彰显出来，就是会长出果子。第5节这里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努力，有了信心，要加上美德。我们看到第5到第7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第5到第7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了，好不好？第5到第7节，来，请。为了这缘故，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好，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些所谓的好行为清单，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宗翰，你会觉得基督徒要做到这些压力是不是很大？压力蛮大的，对不对？我也觉得压力蛮大的。我们下礼拜要受洗的方威，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好，可能压力也蛮大的哦。这些好行为清单，我们这样子一眼这样子溜过去吼，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当基督徒这么硬这么硬，好像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才能配得上上帝的恩惠。当然这样想，在某一个程度上并没有错，只是有一点本末倒置啦，有点本末倒置，也有点画错重点。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5节。第5节说，为了这缘故，你们要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刚才第3、第4节讲，就是上帝已经把诸般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好，如何过敬虔的生活，那样子的那个秘诀赏赐给我们了，透过圣灵。好，为了这样子的缘故呢，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尽力在信心上。首先要努力的是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其实很难吗？说难不难，说容易当然也不容易。怎么说？信心就是一线之隔而已。今天我相信上帝就信了，这就是信心了，这就是信心了。上帝没有要我们先做些什么，然后才给我们信心，不是的，信心就是很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当我们有了这些信心之后，才怎么样？第5节后面到第6、第7节，你们要建立在信心上，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后面那一些都是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信心做基础，后面加上去的，其实就好像，我们应该有玩过那个叠叠乐啊。你下面的根基已经是歪掉了啦。我们如果不以信心为基础，你下面就是歪掉，你上面叠的再多，很快就倒了。当我们不是以信心作为基础的时候，我们后面加的那些美德很可怕哦。因为我们仍然与上帝无份啊，我们仍然与救恩无份。今天讲坦白话，外面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我说慈济的啦或什么的，他们也蛮有美德的啊，他们人也不错啊，他们也行善啊，他们也有忍耐啊，也有节制啊。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对上帝的信靠跟顺服，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在天堂里面。不是上个礼拜有讲嘛？不是只有在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去天堂，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地如在天。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的时候，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现在就在天堂里，我们现在在永恒里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就是在天堂了。好，现在好，所以有了信心之后，才加上那些好德性。就是在信心与信心相符的这一些好行为，所以呢，要加上我们如果要加上这一些好行为，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然后第8节这里说，你们有了这几样，再继续增长，就是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几样，再继续的增长，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操练。刚才有讲嘛，我们的生命不会是一直这样子一帆风顺的，会有高山低谷，会有晴天雨天。当我们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重练、打掉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增长，继续的增长。这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只要我们的生命本体不断的吸取养分，不断的被调整，不断的被修剪，我们自然而然就能结出好果子。当我们愿意与主同行、与主在一起的这样子的关系里，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就算有的人他的信心可能像约拿那么小，我们的约拿那个被大鱼吃掉，因为他逃走嘛，那个约拿，即使他逃走被大鱼吃掉，然后又被抓回去到尼尼微，即使他的信心是这么的小，即使我们可能有点看不起约拿，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上帝要用他，一直跑，跑什么跑？但是上帝就是给他机会啊，而且还让他结果子哎。约拿结的果子还真不少。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怎样？都悔改了。全城的人都悔改。那就算有人的信心像耶稣的门徒那样子，起初看起来蛮大的啊，耶稣，我放下一切跟随你。好，但是呢，在耶稣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的那个过程当中，哇，这些门徒又整个信心就一瞬间又消失了，完全没信心。但是主耶稣依然爱他们，主耶稣依然用他的爱去挽回这些门徒。然而，这些门徒在被耶稣的爱挽回之后，他们为耶稣做了更大的事。没有人敢拍胸脯保证说自己的信心不会动摇。
如果你到现在你的信心还没有动摇过，那可能是你还没有碰到让你动摇的事情。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也当面给彼得吐槽啊，因为彼得说：“我一定会跟随你，我绝对不会撇弃你。”但是呢，耶稣说：“今天你在鸡叫3次以前，你会不认我。”果然就发生了。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吓死了。所以，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耶稣并没有放弃彼得。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耶稣，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或一个人有出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观察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如果他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那有关系就没关系。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不错，他自然而然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调整自己，恢复他该有的那个能力，他该有的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因为他的泉源，他知道他的泉源在哪里。可是如果反过来说，一个人即使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的，但是呢，他如果跟上帝的关系不太好，那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哈。因为他跟上帝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当然，我们在观察别人如何的同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我们自己要警醒。人与人就像镜子对照，当我们看见那个人如何的时候，我们要反省。那我们呢？说不定不是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耶。好，箴言书27章那里也说：“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上帝按着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群体当中。这一些5到7节的这一些美德、知识、节制等等的这一些，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样貌。有的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这个知识绝对不是我们在学校上的那些知识啊。不是我们所谓的学霸的那一种知识，这里的知识指的是认识耶稣的知识。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的这个知识？有的人可能对圣经非常的有研究，对上帝的旨意他也很清楚，但是呢，这是他擅长的部分。可是他可能比较不擅长爱众人，就是这边讲的博爱，就是爱众人。因为他可能个性各方面的本质倾向，他可能就这方面他比较弱。或者是有的人很能忍耐，但是呢，很能忍耐的情况下，他不见得，他对于爱弟兄姐妹这个部分，他也比较做不到。好，打电话关怀啊、探访啊，好难哦。关心人，不太会。好，有的人，但是有的人又很会关怀探访，很会爱弟兄，但是不见得会爱众人。有的人只会爱教会里的人，教会外面的人他有点爱不下去，因为他觉得教会外面的人好像不太可爱。有的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不一定。那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按着自己擅长的部分来打基础，因为很擅长嘛，很擅长就会越做越多啊，我们就会在一个很擅长的一个范围里面去不断的累积自己的经验，累积自己的资源等等，这没有什么不好。好，重点是我们要如何拿我们擅长的部分跟别人来互动，跟别人来互通有无，去跟别人学习，或者是当我们比较这个面向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引导别人也一起来跟我同工，跟我一起做，去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指责、论断他们说，怎么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那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试着挽回彼此啊，挽回彼此，让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近。因为在这一连串的清单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最后走的，一开始是信心嘛，哈，
建立在信心上，最后走向什么？从第5节到第7节的这个清单，最后走向什么？博爱。所以这些好行为所谓的好行为清单的一开始是以信心为基础，这个一连串的清单最后是爱，爱众人。如果说信心是新生命的一个序言，那么我们这个新生命每天被主更新的这个新生命的最终乐章，就是博爱，就是爱。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也有说，唯有让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的养成与建立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伴随的这些5到7节的这些好行为，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断的敦促我们向上帝靠近，我们要调整自己。它是一个提醒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提醒我们，当我们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根本要解决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生命绝对不是依附果子存在的，不是先有果子才有树，而是先有树才有那些果子。生命必须依附，而且这个生命本体是必须依附在耶稣基督。多结果子的生命，重点不在那个果子，而是在于那个与耶稣基督连结的生命。所以回到一开始讲的，当教会无法增长，聚会的人数一直不断流失的这个同时，只谈方法策略是舍本逐末。无法结果子的生命，其实本身是痛苦，而且是很贫瘠的。当我们的生命无法结出果子，无法再付出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再着眼在那一些该有的成就、那些行为上。我们该着眼的不是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什么。我们该着眼的是要再从基本面来下手。什么样的基本面呢？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在祷告当中重新寻回我们跟主一起亲密的那样子的关系。然后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吸取需要的养分，透过上帝的话，我们要吸取我们所需要的养分。在圣徒相通的团契里面，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陪伴，我们要耐心等候。那我们最终所依靠的盼望，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再定睛在那些果子上。我们先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恢复了那个甜蜜紧实的关系，自然而然就会结果子。我愿全心，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赞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
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弟兄姐妹，当彼得他失去了信心，3次不认主的时候，当他逃离失丧的时候，就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并没有先问他你能为我做什么，主并没有问他你的果子在哪里，主耶稣首先问他的是你爱我吗？耶稣所问的是你爱我吗？今天耶稣他不会去看你的果子长什么样子，他不会看你的果子有结多少，他会先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灵温暖我们的心，谢谢你的灵安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在这里说，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圣灵的保守相通，帮助你们众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唱会后诗，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是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